這個小朋友在1歲多的時候，在外院確診了先天性心臟病，並接受了手術治療。之後的10多年裡恢復的都不錯，但是在1個禮拜以前，他突然因為感冒之後就出現了全身多處的水腫和呼吸急促的問題。那麼經過術前評估，確定了他有一個右失心室流出道的狹窄，可能考慮是他在第1次手術之後的恢復過程中沒有達到一個理想的狀態。那麼我們因此給他安排了這次的手術。手術的主要目的是疏通並擴張他的右心室流出道，解決他目前出現的問題。小朋友和成人還是不太一樣，成人能夠選擇的插管種類很多，但是小朋友基本上没有什麼選擇。這可能是你第1次看到真實的心臟，以後不搞心臟外科，這個月可能是你看心臟的最後的機會。很震撼，很难去用語言描述出来。维繫一個人生命的東西，它就在你眼前，那種感覺很難描述，這就是生命的溫度。我們正常人的心臟呢，它可以用右手來進行模擬。那麼這個地方呢，就是3尖瓣的隔瓣，這個地方呢是右室的流出道，就是小梁部。左手完全可以模擬的叫做心室左攀，就是把書上的東西可以看一看。